會花去啊！上手緊啊，上手緊啊！我跟你說，咱伫遮卡街，咱伫遮卡街。啊，会都抖起来了。来了，哥。謝謝紅人榜，我已經忘記是第幾個蛋糕了。謝謝每次生日都讓你們記得啊！我很感謝這10幾年來在紅人榜大家的陪伴跟照顧。我只有一個最大的願望，我希望紅人榜一直都在，然後越來越多愛唱歌的朋友一起加入。我也希望我能夠一直在紅人榜。謝謝你們大家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你們。来，老師，我們一起拍張照哦。好，我先幫你們3個拍照。OK，你先不要整個面，因為這邊高點。問他們誰要離開的？可以啊。對。阿毛老師在這裡，我們可以看阿毛老師本人。但制作人都比较内斂，活泼的啦。我应该算是现在台湾最美制作人。少见啊，少见，少见，很少见。哎，那我这個不能直播，對不對？對啊，這個不要。好。好，等下我們上半場已經錄完了，那我們待會的話會去休息室看看大家在做些什麼。然後這是今天來看錄影的觀眾，待會還會再換一批觀眾過來。就是那種做什麼事都下不了決定那種星座。那你做你事哦。再见。你要先留在這裡，你就先坐着，先坐着等一下，先坐着等一下。有機會再跟你聯絡，有機會再跟你聯絡。想去上廁所嗎？上廁所。那待會我等下去4樓直播的話，網絡中線可能會斷一下下哦，因為這邊 WiFi 是隔2層的。好，帮我进货梯哦 ，Hello。进貨梯，進貨梯。然後那個25個人要直接進來嗎？啊？剩下的人要直接進來。對，他在後面等一下。好，幫我進貨梯哦，謝謝，謝謝。然後等下第2場的觀眾就要進場嘍。我記得要把麥克風帶走怎麼會這樣？
天有几个那个 YouTube 哎、那日本的。下去吗？可以下去。今天有几个那个 YouTube 哎、那日本的。要去4楼看一下。待会等下可能会有网絡斷線的問題，數量比較少一點。老師吃點心了嗎？我們在等吃蛋糕。啊，好。我們訪問一下田老師，要不要吃？你沒有看我肚子小一圈的嗎？你知道他剛才給我怎麼回答嗎？他給我講說，又不會因為少吃1塊就變瘦。那我們就吃吧。那我們就吃吧。回答很好。今天我幫豪哥慶生，所以就是剛剛。我不會切怎麼辦？切小塊一點。然後你切太深了。我切太深了。對。差不多切到這邊，然後重新開始，然後形狀很醜也沒關係。你是說？因為你太深了嘛，它很大一個，像這樣子。哦。然後很醜的再修，沒關係，這樣會比較多塊一點。那這樣說也對啊。沒有，就是太。廖老師，我們上一場是熱度特別節目，你聽完的感想如何？哇，聽完的感想。我們這次的賽制不一樣，對不對？跟以往的。沒有，當然就是他們比較特別一點，我針對這個大學生來辦的舉辦的一場比賽，我覺得蠻好的啊，讓很多年輕一輩的，大概一些小孩都能學習唱台歌。就我們這次是比較特別的，是我們去學校海選嘛。對，這很重要啊。就現在的學生很少，已經不過現在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紅榜的關係哦，所以現在會唱台語歌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。哦，那你也有幫忙推就是應該說你也很努力的，我很努力的，默默的培養大家，對，很努力做這件事情。對，不是我努力而已，大家要努力。比賽的人要努力，你也要努力，我也要努力。好，所以你會希望大家就是期待收看嘛？因為這是個新的特輯啦。我們去了6所大學海選。其實我覺得那個年輕人唱台語歌真的不一樣，真的不一樣。其實我們在帶他們教他們唱台語歌的時候，我覺得他跟一般傳統的那個很傳統，常常會有一些會靠，對不對？可是有一些會靠唱台語歌的會靠，如果在年輕人身上，你發現到，我們也跟他講說，你不一定就是要模仿那個台語的單葉會靠，他們唱國語，之前都唱國語歌唱很多，那可以。就是有點像唱國語歌的方式，甚至你可以真假音轉換的模式去唱台語歌，它可能會變成很新，給這個台語歌有個很新的生命，我覺得蠻特別。期待咯。對，期待咯。看哦，一定要看哦，這些小朋友哦，他們唱的台語歌其實都很特別啊，真的。好，老師你就先休息咯。玉嘎，今天心情如何？等下就換你要去比賽了。我們上半場是休息中嘛？你第一次休息這麼久，有沒有覺得很奇怪？對，那個。長いの休憩の時間。對，一直都很緊張。是嗎？所以你剛一直都很緊張？對呀，但是今天跟現場我的親友有來啊，對，跟他們，所以今天的我的歌曲是真的非感謝大家的同仁榜那個朋友評審老師。所以今天來了很多
朋友幫你加油。之前的話比較沒有，今天的話特別。因為我是不要他們來。為什麼？因為那個太緊張。因為還有我的朋友話很多，喂，所以一定要很需要照顧他們。而且我看有幾個你朋友，他們也是平常本身也是 YouTuber 是嗎？啊，對，那你有跟他們一起合作拍過片嗎？拍過影片之類的嗎？還是沒有？跟他們嗎？哦，以前有，因為剛剛你的朋友們上樓了嘛，然後就看到有幾個很眼熟呢，這不是 YouTuber 嗎？這樣。對，他們都是因為我的那個以前上班的舅舅就是那個導演開的舅舅，也是客人，也是那個演員呢，還有 KOL 呢，模特演員就是歌手，就是這種的。所以他們今天特別來幫你加油。對，他们有來。那你會不會更緊張？很感動，感動，快哭了吧？不能，唱歌前不能哭。而且你看，你今天的眼妝哭了，又要再重弄了。對，真的，啊，加油！好，那我就不打擾你了。謝謝你。因為等一下就要上去了。好。嗨，姚老師，你不吃點心啊？我有吃蛋糕。今天不是還有點心嗎？吃不下。我比較節制，我不像田老師。你說你吃了蛋糕，所以不吃鹹食，比較節制。對啊，就至少2選1啊，沒有，你居然有這種理由，就是說我又不會因為少吃一個蛋糕就變瘦，經典。真壞。心情如何？心情如何？還沒錄啊？有沒有很緊張？緊張會的。啊，問題是還沒錄啊。OK 哈。等一下才不老實。對啊，我知道。我是訪問你一下，你的心情如何呢？好，訪問一下，心情很好，很快樂，難得來。對。那你上次比賽完之後到現在，心情是怎麼？就這次到現在剛好1個禮拜。歌超短的你這歌 OK 嗎？就是那個時間練習時間會不會很短？你說這個可以，他又不能看，我年紀大了，對不對？沒有字幕哈。沒有字幕可以看，真的是比較傷眼。以前習慣。不老族應該是看。我們要公平，公平就不能看。大家都看了，不是只有我。就不是比賽啦，那就是卡拉 OK 啦。就是娛樂性質的卡拉 OK 了，對不對？好了，不打擾你休息啦。不要生氣。你自己，姐姐你講你自己。恭喜恭喜。怎麼了？你在拍什麼？賽前嗎？賽前。有沒有考慮？謝謝阿姨。小寶寶大聲一點哦。好。大家對今天比賽有沒有信心呢？有。今天再次挑戰男生的歌，來自於陳老師的《你手一頭髒》，希望能夠呢把這首歌曲的情感詮釋好。你不用收音哦，這樣收得到。可以了。好。講大聲點。好。不然我現在剛拍完。對啊。啊，第一次上半場休息這麼久，感覺如何？有點想睡覺。吃完飯呢？我沒有地方可以拍，我拍你們拍就好。啊，不然你們拍。對。就很難講。為什麼很難講？跟我講。因為我有點不知道講什麼。我剛剛很想睡，但是會加油的。好的，帶來什麼歌曲？準備的如何？今天帶來陳怡婷老師的《冷結》。這首歌準備的時間是3個禮拜，我覺得準備的還可以，我等一下會盡力唱。謝謝劉老師。我有信心。那你剛好看到原唱嗎？有啊，我剛剛有看到，我要剛拍照，但是我剛剛素顏。沒差。因為回去會小心
謝。对啊，对啊，哎，没關係。那你錄完了嗎？那你，那你剛剛是 OK 的是不是？啊，我剛好了，第2次。那你會不會跟他一樣想睡覺？想睡覺？不會，我是亢奮，才能夠全身好。那你剛剛有上來看我們的特別節目嗎？還是你在下面休息？對，是，對。那今天只要唱一首歌，对，就會比較輕鬆一點。有，開心，謝謝。那對於今天的比賽有沒有信心？還是對自己有信心？我看到挑戰者的舞台，我覺得挑戰者非常厲害，但是我還是會唱好我自己。好，可以，謝謝，也謝謝老師。幹嘛？這部分比唱歌還艱難。是嗎？我以為你們平常都會準備好。那就是講話有點不太會講話。是因為看到鏡頭會空掉的，是看到鏡頭會空掉的。也不是空掉，就是還是平常講話不是這麼正經的人。哎，所以今天有什麼事情？啊 ，OK 啊，OK 啊。這麼懂是吗？对啊，他这么说。這樣嗎？會被罵吧？那要看他。他會罵。他還說哦，那我們再重來一個。好，我們可以休息。那你們有吃點心嗎？還是你們沒有點心？我帶那個這麼小的牛奶麵包。自己做的？不是，是那個去全家買的哦。然後我比賽都吃那個，因為怕烤。哦，吃太。不要这样，阿德老師喜歡吃青葉蛋糕。就是吃鼻口會太多。所以你喝甜的會卡？會。那你喝辣的會卡嗎？會，比賽前幾天應該都不會吃辣的。酷哦。太刺激了。哦，因為我們之前有個選手是唱歌前要吃辣的嗎？喝甜的。喝甜的。喝甜的會卡。他會很順。正常人會卡。我上聽說喝酒沒有聽過喝甜。好了，休息。现在大家都在準備哦，準備下一場的錄影。怎麼了？蛋糕吃阿德老師說的紅葉蛋糕。啊，你有跟工作人員說？有，他有幫我拿。對，我不方便進去，因為不好意思。不會啦。杯啦，叫杯啦。路上小心，拜拜。對，我記得我那時候我們去飯店我偷吃一塊蛋糕，自己切。因為很多地方我在基本上一住1.8個月，但很多地方我去。我偷幫自己切 OK 嗎？今天豪哥生日蛋糕是紅葉蛋糕的巧克力口味。謝謝醫生。好，來，田老師。好。是故意的嗎？就是没有，可以。我们现在秘密通话。在這邊嗎？鮮蝦，它是店名叫鮮蝦美食。水月軒。哦，那你就講，可以講。那你不要講店名，你先講鮮蝦美食，先講鮮蝦美食，對，或者鮮蝦美食餐廳。他們在對下一場訪談的內容。
打工。啊，怎么会去突然间就是留在冰店打工，去餐厅打工？因为我那时候有想要的化妆品，是很贵的吗？还蛮贵的，化妝品都會有一定的價錢，所以我就必須自己去打工買想要的化妝品。啊，所以你是跟朋友去還是自己去的？我是跟朋友去，但是朋友做2天就要跑了。那放你一個人在做？對。那你們那時候新人應該要餐廳都是要先從基本的到。對。然後那時候有發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可能端菜要規定要端，就是不能只端1盤出去。然後我那時候就可能端個4、5盤，然後出去的時候就不小心翻倒了。翻倒？啊，怎麼辦？然後我就很怕店長罵我，但是店長人很好，他就沒有罰錢這樣子。啊，這一次打工之後有覺得如何？就是第一次自己賺錢，覺得賺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所以我會努力唱歌，希望以後可以賺錢幫助。也沒關係，你也不用照着腳本，你就可以說哦，因為第一次打工，覺得好像體會到爸爸媽媽過得很辛苦，對，就是也想要自己賺的錢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所以就是。可能買東西的，你可以說明說是第一次體會到爸媽賺錢的辛苦。那 Kitty 你有打過工嗎？有，我很常打工，我打餐廳打了4年。啊，4年哦，那麼久？對啊，就是它是最基本的入门，而且很練體力哦。你就一直整天都要走來走去。對。不能坐的啦，對不對？對，腳會酸的。那個是什麼？那個蛋糕啊。剛剛豪哥生日蛋糕。那你要唱什麼歌曲呢？今天要帶來陳奕迅老師的《夢境》。要聽他老師唱歌嗎？有，超好聽的。好哇，感謝。認真的在準備了。我有點怕。編劇，我剛才講那個叫什麼細碎是不是？細碎。對啊。我真對，我真的是我是很明確用這個字哦，是每人聽不懂啊。應該他是學你。他講的是什麼？每人講的細什麼？細節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他，我是細節太普通了，細碎比較能完整表達。什麼都在我包包裡面。啊？好，希望我們迷你節目還在。真的哦，好。要挺住哦，在我穿和服前要挺住。因為我很早，我們那時候今晚就被他拍照，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手機，所以給這些照片。可以結婚嗎？你有工作？我們來偷聽盧景歡大哥 re 稿。我覺得你這個寫座右銘啊，對啊，我覺得你這個寫得很好。人生70才開始。對啊，所以想就是用自己的人生故事鼓勵大家，好吧。是啊。然後呢，就是實現自己的夢想，然後有成功的過程。因為自己其實3年前才正式出來比賽，就是比較投入在準備比賽，然後知道台北啊，就是中南部以外都有比賽的話都會報名，所以目前已經比了第110場以上的比賽。然後這一次會來到比賽的時候，發現歌技雖然也很重要，但其實最重要的是抗壓，就是這個舞台。站在洪恩堡的舞台上面的抗壓能力。拜拜，辛苦嘍。謝謝。就是覺得說，抗壓能力其實蠻重要的。雖然有外場比賽的經驗，但是上來還是會緊張。他自己是比賽的時候，老師都很好奇，說年輕那個大的怎麼就是唱歌的氣很足，也是怎麼樣？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嗎？我們等一下馬上差不多要開始上去準備了。我們在拍照。
那個叫大方，对，叫大方分享，叫高傲，高傲是那个是一个贬义词，算是有一点好，今天直播差不多先这样，反正大家都是休息的休息，对不对，卢大哥？我刚刚休息了一整个上半场，有没有觉得狀態有點冷掉，還是 OK？ 你說我嗎？對啊。其實我都利用休息的時間，我都有做一些暖身啊，比如說開嗓啊，或者是練一些我的基本功啊，這樣。那等下下場。儀器我就帶這個保溫，避免這個喉嚨乾掉啊，辛苦了，大家就換你嘍。好，謝謝。好，那我們等下先差不多先這樣，拜拜。